或者今天是你第一天认识五月天，我都希望能够邀请你们，在未来的20年、30年、40年、50年，可能吧，都能和我们一起继续大声的唱，可以吗？那现在在黑暗之中，我想要听到你们的歌声，可以吗？闭上你的眼睛，张开你的嘴巴，打开你的心，和我一起。那那那